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乜乜 channel 嘅今日讀乜書。唔知大家最近有冇留意到一啲國際新聞，話全球嘅焦慮指數其實係不斷咁升緊，就連我哋香港人生活節奏咁快，每日翻開新聞，可能都係見到一啲令人好大壓力嘅事，搞到大家成日覺得自己好似入咗一條死胡同咁，想改一啲衰習慣，或者想正面啲，但係總係覺得自己天生係咁樣，改唔到艇啦。如果你都有呢種諗法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呢本書，由神經科學家尼可爾維諾拉 （Nicole Vinola） 寫嘅《Rewire 神經可塑性》。呢本書簡直係我哋呢啲想洗腦重生嘅人嘅聖經。作者 Nicole 佢唔單止係神經科學家，佢仲好擅長將啲深奧嘅實驗室研究轉化做我哋聽得明、做得到嘅工具。佢喺書入面提出一個好震撼嘅觀點：你唔係被你嘅過去或者基因綁死咗。你嘅大腦其實係塑膠做嘅，即係所謂嘅神經塑性 （neuroplasticity）。咩意思？即係話無論你幾多歲，只要你識得方法，你個大腦嘅網絡係可以重新連接，好似重刷一部電腦咁樣，將你嗰啲負面失敗嘅舊軟件刪除咗佢，再安裝一套最強版嘅自己入去。係咪聽落好串？等我帶大家入去 Nicole 嘅神經科學世界，睇下點樣可以物理性咁改變自己嘅命運。大腦嘅硬件同軟件，Nicole 喺書入面用咗一個好正嘅比喻，你嘅大腦就係一部電腦嘅硬件，而你嘅記憶、思想、習慣同行為就係入面行緊嘅軟件。有冇試過覺得自己好難集中精神，或者做嘢成日出錯？Nicole 話呢個可能唔係因為你懶，而係你個大腦入咗低電量模式 （low power mode）。諗下，如果你部 iPhone 就快冇電，佢會自動熄咗啲背景功能嚟慳電。當你長期處於壓力、唔夠覺或者生活一團糟嘅時候，你個大腦硬件就會運作得好差。咁硬件壞咗，軟件又點會行得順呢？所以如果要更新你嘅人生軟件，首先要確保個大腦硬件係健康嘅。點解我哋咁難改變？神經元嘅慣性，你可能會問，點解我想改個壞習慣，例如戒遲到，或者唔好成日諗負面嘢，會咁難喎？Nicole 解釋呢個係因為大腦嘅一種機制叫自動化 （automaticity）。佢話大腦入面有100億個神經元，佢哋之間會透過一啲叫突觸嘅連接位嚟傳遞信息。科學界有一句好出名嘅說話：一齊放電嘅神經元會連埋一齊。Neurons that 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。如果你重複做一件事，或者重複一個諗法，例如你成日同自己講我唔得嘅，我好廢，嗰幾條神經通道就會由一條草叢入面嘅小徑，慢慢變成一條泥路，最後變成一條柏油高速公路。當你遇事嘅時候，信息就會自動行嗰條高速公路，搞到你唔諗負面嘢都唔得。呢個就係點解我哋會有咁多根深蒂固嘅習慣。面對壓力，唔好俾大腦嚇死自己。講到壓力，Nicole 教我哋要識得分邊啲係好壓力，邊啲係壞壓力。佢將壓力分做3類：警覺壓力 （alertness）、急性壓力 （acute） 同埋適應不良壓力 （maladaptive）。警覺壓力其實係好事，例如你要做 presentation 之前嗰種緊張，佢會令你更集中。甚至係急性壓力，雖然過程辛苦，但過咗之後，大腦會調整，令你變得更強壯、更有彈性。最怕就係第三種適應不良壓力，即係所謂嘅慢性壓力。當壓力一直唔退，你個大腦就會長期處於戰或逃 （fight or flight） 嘅警報狀態。Nicole 特別提到大腦入面幾個重要嘅零件：額葉皮層 （frontal cortex） 負責做決定同理智分析，杏仁核 amygdala 負責情緒同恐懼，海馬體 hippocampus 負責記憶。當你長期壓力大，杏仁核會變大，令你變得超敏感，好容易發脾氣。同時，額葉皮層會縮水，令你無法理智思考。呢個時候，你嘅大腦會進入慳電模式，淨係識得行舊路。所以，當你覺得壓力大到想爆嘅時候，你根本無可能做出一啲新嘅好嘅決定。Nicole 喺書入面仲分享過佢自己嘅遇事，佢話佢20幾歲嗰陣生活一團糟，成日唔夠覺，又成日去 party。有一次佢喺阿爾卑斯山租車，因為冇信用卡，佢冇睇清楚條款，
就喺租車公司門口大崩潰，瘋狂將袋入面啲嘢掉晒出嚟。佢而家諗翻轉頭，其實嗰件事好細啫，但因為佢當時個大腦硬件已經處於崩潰邊緣，所以少少嘢就觸發咗佢嘅杏仁核大爆發。救命草，生理性嘆氣 （physiological sigh）。咁如果我真係好大壓力，我可以點做呀？Nicole 介紹咗一個好強大嘅工具，係神經科學家 Andrew Huberman 提出嘅生理性嘆氣。方法好簡單，用鼻吸一小口氣，喺未呼氣之前，再用力吸多一小口氣。呢下好重要，因為佢可以令你肺部嗰啲塌陷咗嘅小氣泡重新打開。然後用口慢慢呼氣，呼氣時間越長越好。Nicole 發現佢以前養隻 Border Collie 嗰陣，隻狗一壓力大就會嘆氣。其實呢個係大腦自帶嘅重置系統，呢個動作會即時話俾大腦知，喂，而家冇危險啦，你可以熄咗個報警系統，打破負面偏向 negativity bias。大家有冇發現，如果有10個人讚你，一個人彈你，你成日都會成係記得嗰個彈你嘅人。Nicole 解釋呢個係人類嘅進化遺產，叫負面偏向。喺原始人時代，如果你唔留意危險，例如草叢入面有毛獅子，你就會死。所以大腦對負面信息嘅反應係快好多倍嘅。但問題係現代社會無獅子追我哋嘅大腦依然咁敏感。如果你成日同自己講一啲負面嘅故事，例如我唔受歡迎，我做乜都失敗，你就會產生一種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。你會好似戴咗副眼鏡咁，全世界淨係湊啲證實到你好失敗嘅證據俾你睇。Nicole 舉咗個好正嘅實驗，有一班人被化咗一啲好恐怖嘅傷疤妝，然後去見工。佢哋以為面上有疤，但其實化妝師喺佢哋見工之前已經偷偷地抹走咗嗰啲疤。結果呢，嗰班人見完工出嚟，竟然一致覺得面試官對佢哋好無禮貌喎，成日望住佢哋個疤啊。其實個面試官根本無疤可望。點解佢哋會咁諗？因為佢哋心入面相信自己有疤。呢個就係信念點樣影響我哋點睇呢個世界。所以 Nicole 提醒我哋，如果你話自己今日好倒霉，你就會不斷提證據去證明自己真係好倒霉。改變嘅7個核心步驟，咁到底要點樣重新連線呢？Nicole 喺書入面俾咗我哋一個7步走嘅框架。第一步，離開你嘅電話 ，Leave your phone alone。Nicole 話電話入面嘅社交媒體係大腦嘅垃圾食物。佢特別警告大家，起身第一件事千祈唔好睇電話，因為當你啱啱醒嗰陣，大腦處於一種好放鬆、好有創意嘅 alpha 同 theta 波狀態。如果你一醒就去刷新聞或者睇人哋生活得幾好，你就會即刻進入比較同求獎賞嘅焦慮模式，成日嘅心態就咁樣被毀咗。第二步，視覺化同專注 visualization attention。你以為幻想無用？Nicole 用 Michael Phelps 奧運金牌泳手做例子。Phelps 每日都會喺腦入面游幾百次水，佢唔單止幻想自己贏，佢仲會幻想自己副泳鏡入咗水，或者遇到意外會點反應。結果有一次比賽，佢副鏡真係入咗水，佢喺全盲嘅情況下，竟然可以憑記憶游出金牌兼破埋世界紀錄喎。因為佢個大腦已經練習過無數次點樣面對逆境。科學研究證實，單靠想象其實可以啟動同真實動作一樣嘅大腦區域。第三步，重複 repetition。Nicole 話建立一個新習慣，平均要66日，有啲人甚至要成年。唔好諗住做3日就有用，你要不斷重複、重複再重複，等嗰條新嘅神經公路起好為止。第四步，創造空間 make space。呢個係指你要喺刺激同反應之間出嗰個停頓位。當你想發火或者想做嚿衰嘢嗰陣，停一停，諗一諗。我有無其他選擇？呢個停頓位會隨住你嘅專注力而慢慢變大。第五步，突破邊界 ，push through the boundaries。改變係唔線性嘅，你會遇到平台期，甚至會退步。呢個時候你唔好放棄，要靠意志力過咗嗰段腦霧期。記住，大腦係可以變嘅，佢唔係橡筋，唔會縮翻去原狀。第六步，制定策略並為挫折做好準備 ，create a strategy。Prepare for setbacks，唔好成日諗住
一帆風順，你要好似 Phelps 咁諗定，如果失敗咗或者今日好攰嗰陣，你有冇 Plan B？第七步，踏出恐懼同戰勝自我破壞。Step through fear, conquer self-sabotage。好多時我哋會自我破壞，係因為大腦覺得已知嘅失敗比未知嘅成功更安全。就算係 Novak Djokovic 網球球王咁勁嘅人，佢都承認自己會驚，但佢會選擇帶着恐懼去做。大腦嘅超級保養、睡眠同運動。講完心態，Nicole 喺書嘅最後一部分強調咗兩個硬件保養嘅神級工具。一、睡眠係大腦嘅洗碗機。Nicole 引用 Matthew Walker 嘅研究話，如果你唔夠覺，少過7個鐘，你個大腦嘅廢物清理系統 lymphatic system 就做唔到嘢。仲有睡眠入面嘅 REM 快速動眼期係用嚟處理情緒垃圾嘅。如果你瞓得差，嗰啲負面記憶就會一直纏住你，令你第二日更加容易焦慮。二、運動係大腦嘅補藥。Nicole 介紹咗一個好有趣嘅概念，肌肉同大腦係會直接對話兒。當你運動嗰陣，肌肉會釋放一啲叫 myokines 嘅蛋白質，佢哋會直上大腦，保護神經細胞，甚至可以抗抑鬱同抗焦慮。仲有一樣好嘢叫 BDNF， 係大腦嘅化肥，可以幫你生出更多嘅神經連接，唔使做太劇烈。就算係每日行30分鐘，嗰種環境不斷流過你身邊嘅視覺刺激，已經可以自然咁令你嘅杏仁核冷靜落嚟。多巴胺嘅真相。快樂唔係終點。Nicole 喺書入面仲拆解咗一個好大嘅誤會，多巴胺 dopamine。好多人以為多巴胺係快樂物質，但 Nicole 話多巴胺其實係追求快樂嘅物質，佢係負責誘惑你去達成目標嘅。當你買到心頭好或者升咗職，多巴胺會即時跌落嚟，呢個叫到達謬論 arrival fallacy。如果你一生都係追求達成咗 B 點我就會快樂，你永遠都唔會快樂，因為你個腦會即時叫你去毀 C 點。Nicole 教我哋真正嘅快樂係來自過程，佢建議我哋要擁抱悶 harnessing boredom， 唔好一悶就攞部電話出嚟刷多巴胺喎，咁樣會令你嘅動力系統壞咗，令你做任何有意義但辛苦嘅嘢都提唔起勁。最後，原諒同承諾。Nicole 喺書嘅結尾講咗一段好感人嘅話，佢話要改變自己，最後一個步驟，亦都係最難嗰步，就係原諒。原諒邊個？原諒嗰啲以前偏情過你嘅人，例如對你唔好嘅父母、老師或者前度，佢哋可能係因為自己嘅恐懼同局限，先至將嗰啲負面信念塞入你腦入面。如果你唔原諒，你就無法真正接手嗰個方向盤，創造你自己嘅新劇本。佢話你嘅 DNA 同你嘅指紋一樣係獨一無二嘅，你個腦入面嘅連接地圖亦都係無人可以複製嘅。你有責任去發掘呢啲天賦，同埋分享俾世界聽。總結，睇完 Rewire 神經可塑性，你會發現人生其實無所謂嘅失敗，淨係得學習同更新。你個大腦一直都喺度等緊你，俾一啲新嘅指令佢。大家今日開始試下起身唔睇電話，或者練習一次生理性嘆氣。記住，你係自己人生劇本嘅編劇，你想寫一個點樣嘅故事？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分享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呢條片俾你身邊嗰啲成日諗負面嘢嘅朋友。我哋一齊 rewire 我哋嘅大腦，做一個更強大嘅自己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